花西在地新闻继续来到南投，这个水里甲圣义的梅仔花，伫个元旦进入到黄金的赏花期。上岸梅区的梅仔农得到台中一间国乐团的赞助收听，到这个梅仔园来表演着国乐。这个演奏的乐曲拢甲梅仔花有相关，游客拢学到讲，安尼来看梅花更加有意境。 伫咧梅仔树下欣赏一整梅演奏，互游客拢听甲啪啪啪。看梅花风景，闻梅花香味，听到梅花歌曲音乐，互大家拢学了梅农真用心。今天特别办了一个音乐会来举办让我们全国的游客来共襄盛举。我嘛希望讲将这种这么好的声音，甲伊传递出去让小朋友继续欣赏这个好的音乐会跟一个美景。上岸梅区梅农为了报答游客，台中有一间国乐团来斗三港乌演来梅园区举办音乐会。游客讲听演奏真享受，园区内底真水风景，嘛互人看甲学了解特质。非常漂亮的梅花。 各位游客可以上来赏花。受到天气影响，最里圣义的梅花拢提早开花，元旦都已经开超过5成，所以想要欣赏这一年一摆的美景，民众都爱把握机会。